你看我好帅哟！啊，我们是要画全家福，不是画你自己耶。我就是要先画我自己呀。什么叫全家福？好啦，两个不要为了这种事吵架嘛。彤彤姐姐，老师让我们画全家福，可是小橘子把自己画满整张图画纸耶。彤彤姐姐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帅？真的画得好像好帅哦。可是我问你哦，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，就是问你们家有几个人呢？我家里有6个人啊，有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还有我和小桃子。所以你们家有阿爸、阿妹、阿公、阿婆，还有头哎跟嘎妹，一共6个人。哇，好多人哦！这么多人，好像真的画不下哎。我早就跟你说啦。没关系啦，小橘子，我们再重画一张就好啦。这一次我们把大家都画进去好吗？好。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你家里有几个人？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6个人，有阿爸、阿妹、阿公、阿婆、头还有我嘎妹。如果我们想要问别人家有几个人，或是有哪些人，就可以这样子问他：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你家里有几个人？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这句客家话小朋友学会了吗？你要画下有几多少年？学会了，太棒了！哈开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，张伟亮。